哇，天哪！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防疫的小 paper。你只要每次开车，你顺便去观察哪一些地方是你手容易碰到的，你去仔细看，就是说方向盘，还有你的排挡头，还有手刹车，还有你的门板。像安全带都超恶心的，很厚，其实真的都非常脏。我们要防疫的最标准流程，应该是要先把你这些脏污纳垢洗干净之后，然后再来喷这些消毒液，这样你知道了吗？哇，天哪！这就是冷气滤网。冷气滤网主要我们不是开车内送风吗？鼓风机，然后先送风上来，过滤一些粉尘，就是这里冷气滤网。怎么那么多叶子啊？冷气滤网的正上方，其实它就是前挡玻璃的下方，挡火墙那个位置。其实像我们常洗车子啊，我们的叶子常会落在前挡的通风罩，前挡雨刷下方那地方叫通风罩。它通常叶子都落在那个位置，然后呢，它有时候会从挡火墙那个部分叶子会掉进去，掉在这个冷气滤网的正上方。因为其实它开外循环的时候，它其实那个上面是有一个叶片的，有一些叶子、一些垃圾可能会从通风罩那边掉进来，所以就变这样。可是这个塑胶袋是怎么样？这个我就。对我也不懂为什么了，还是你偷偷塞的啊？这我应该没那么无聊啦。而且你看哦，这个棉，像这个棉，这个就是冷气管路的，算是异质共振的一个隔音棉。这个东西隔音泡棉它都粉碎掉了，很多车都会。像有时候你开送风开大一点，可能开到最强，然后有时候你会从冷气出风口那边吹出来这种棉屑，那就代表你的冷气管路的这些棉屑也已经粉碎了，然后脆化了，然后就会吹出来这个东西。这是每台车都会有的，这不是只有特定某种车，基本上只要是有年份的车，基本上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们就是室内最重要的2样东西，第一就是冷气滤网，第二就是来这个鼓风机。你看到没？里面全部都是脏污，黑色的。对，这个洗出来一定超扯。基本上我说真的，外面也没有人在清这种东西啦。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我们比较注重这个环节，因为毕竟要做车内的清洗，那这个环节一定不能错过。主要车内最重要的这2个空气循环的东西，那像这样这个啊，这么严重了，是会建议直接换掉。这一定要更换啊！这个不换，我觉得也太离谱，因为这其实没多少钱，可是你吹出来，你每天都在吸这个灰尘，你整天吸灰尘，好像省这几百块，好像没什么意义啊。那冷气滤网的部分，它没办法洗。不行，它因为它是纸做的，洗完它就撕掉，而且它可能有些会烂掉，所以也没办法。所以我会建议直接就是更换新的。像它的这台 Camry 冷气滤网大概多少钱？不一定呢，行情价200到1000都有，所以是要看你用的是哪一个品牌的冷气滤网，贵的也有，便宜的也有。但是其实你就是勤劳更换，1年如果说固定更换1次，或者是每半年更换1次，其实是 OK 的。那洗鼓风机的话，鼓风机其实正常是2年应该就建议清洗1次，除非你真的是很常在用车，而且真的车上你都没有保持干净，通常这种情况下，应该都是要更早的时间就要洗，可能1年半年就要洗1次的。如果说像我们自己平常比较顾车的人，可能鼓风机2年3年再洗1次就可以了。对，因为它累积的脏污不会这么快。可是冷气滤网是建议，像我自己是每1年到半年我就换1次，我比较在意这一块，所以我会每半年到1年我就更换1次。就算它没有很脏，我每1年我还是会把它换掉。希望大家说真的，呼吸道的空气品质。就是由这2个地方去着手。像观众如果想要 DIY 的话，这个有办法。这个其实自己 DIY 是可以，如果清洗方面，我怕是把这颗鼓风机洗坏掉了，所以我还是建议交由专业店家来帮你们清洗，因为这个可能每个人洗的方式不同，你要洗一洗，可能洗到里面的马达都坏了，那你就得不偿失，你洗一洗换一颗鼓风机啊。冷气滤网其实 DIY 是没有很难啦，但是有些不会拆手套箱，因为它基本上都在手套箱的背后，但是很多人不会拆，不要为了硬拆而把它拆坏掉，到时候你换的不是只有冷气滤网，而是整个手套箱的。好，
大家看完以上这个过程呢，现在疫情非常的严重。你看哦，以前大家完全都不会想去戴口罩，甚至去注意这种空气这当中的这种细菌哦，甚至我们的飞沫。像我们在车上啊，一台车几十年了，这种冷气鼓风机，目前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推估有70%的客人从来没有来洗过这种东西，顶多就换换滤网。那这个鼓风机，它这个原理其实就像我们电风扇的叶片一样，它是在卷风的，卷外面的风进来，然后再送到车内整个这个冷气空调。它一旦这没有办法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冷气的传递。好，我要讲重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车内有人打喷嚏，这个喷嚏啊，像你有开循环、内循环，这其实都会随着这个管路闷在里面，然后这也都会沾染到这些叶片里面。我们其实并也不是说来推销这个东西，因为毕竟你看我们都戴口罩了。那你现在擦都是我们触碰得到的地方，可是我们车内的空气，你有意识到了吗？所以大家自己要务必去自己固定的保修厂把这个拆下来清一清、洗一洗。除了呢车内鼓风机以外，顺便呢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防疫的小 paper。我看很多人呢，就是他会拿着酒精直接对着车内喷，其实这是有疑虑的。因为有一些酒精啊，它的浓度过高，有可能会侵蚀到你的皮革，或是你的环保漆，甚至你的仪表面板，这都有可能会去咬到。我会建议你尽量就是用这种类似像舒克清，这不是业配哦，我只是先纯粹分享。这种比较贵，但是呢，这种对于人体肌肤也比较无害。这个呢，它也是可以有效的杀死病毒，但是呢，至少它比较对于车内内装比较不会有疑虑。还有呢，就是我要这边补充的就是，其实我们有防疫的观念，这是很好的，大家都开始要懂得消毒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你的皮革、你的这些饰板上，它本身就已经欧掉了，你再去喷这些消毒水，其实我只能说算做半套了。你想嘛，你那些脏污纳垢都没有洗掉，你再去喷这个，因为它这个消毒水本身就不是用于在清洁用，最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要把这些污垢先清洗掉，然后呢再来用这些消毒水，这样子才能就是加倍的把你的这个车内的卫生品质还有防疫做到最高标准。我要讲就是说，像车内有几个重点，你也可以 DIY。首先呢，你要先选择市面上的一些内装清洁剂，不一定要用我们家的，你可以上网去找。然后呢，一样可以再搭配魔术海绵或是牙刷，你家不要的，还有一块就是内装布哦。等一下我们要来清洁内装。内装呢有几个重点，超级大重点，就是说方向盘，还有你的排挡头，还有手刹车，还有你的门板。你就去想，你只要每次开车，你就静下心来，你顺便去观察哪一些地方是你手容易碰到的，你去仔细看，其实真的都非常脏，超过5年以上的车更脏。内装基本上过去都只是基本的简易擦拭而已。你看哦，我们洗车光洗个外观会用到柏油啊、铁粉啊、粘土啊，很搞刚的去清洁，一道一道的洗干净。可是反而你看内装，就是常常就吸尘器跟一个湿的擦车布，然后擦一擦，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你会发现内装其实真的很草率，也是因为这样没什么的认真清洁，所以内装其实都堆满了很多脏污纳垢。尤其还有一个地方啊，方向灯拨杆。还有雨刷拨杆，你去仔细看一下那个背后有没有你的手垢。我们大概清10台，有6台都有，而且都超恶心的，很厚。再来就是尤其米内装、前色内装，那更明显。废话不多说，所以啊，我们要防疫的最标准流程，应该是要先把你这些脏污纳垢洗干净之后，然后再来喷这些消毒液，这样你知道了吗？然后呢，有一些如果说像安全带比较需要一点技术的，你没办法洗，那就花点小钱交给店家洗。那剩下呢，你可以自己DIY再自己用，这样子你才会做到你车内的防疫的最高标准。有时候你可能不 care， 但是希望你说至少你关心一下你的家人，你不在意，可是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另一半是非常在意的。然后我要跟你们讲，就是像车内的地毯，像这个是防水的，然后这个是一般绒毛绒布的，这一个啊，我跟你讲，这超脏。
就是因为它不防水，你只要下雨天水都会吸进去，然后很多灰尘都会卡在上面。像这个可能吹拨一拨都可以减少很多，可是这从来没有洗过。这建议啊，最好也是拿下来去洗干净，洗完之后然后放你的阳台晒干。脚踏垫洗完也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的鼻子过。我们人只要一进去，脚踩进去，踩的那一刹那，所有的地毯的灰尘就会扬起来。如果你下次在中午大太阳下，你刚一进车，你仔细去观察，你踩进去之后，你车内会不会有很多扬尘，然后在你的空中里弥漫，就是有一部分来源就是在这个地毯里面。所以呢，今天大概简单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啊，拜拜。